Rainy 楊丞琳首場處女演唱會呢日喺台灣正式舉行，除咗一眾 fans 嚟到捧場之外 ，Rainy 嘅圈中好友包括吳尊、汪東城、潘瑋柏、何君祥，就連同佢傳不和嘅林依晨都有現身支持。雖然小豬羅志祥未能現身支持，但係都一樣送上花籃為 Rainy 打氣啊！等咗咁耐 ，Rainy 終於出場啦！佢以一身白色宮廷古典禮服，騎住鑲滿碎鑽嘅獨角獸同大家見面，仲喺雲層中獻唱成名作，現場嘅氣氛都不知幾熱鬧啊！玩完夢幻 feel，Rainy 搖身一變成阿拉丁少女，仲將苦練3個月嘅軟骨功18式呈現喺大家眼前，同蔡依林喺演唱會表演嘅高難度體操有異曲同工之妙啊！平時 Rainy 俾人嘅感覺都係可愛乖乖女，今次喺演唱會嘅演出真係令人有耳目一新嘅感覺。而演唱會嘅另一高潮就係 Jerry 言承旭嘅出現。Rainy 仲喺台上同 Jerry 大玩愛的抱抱，搞到分都分唔開啊！